嚟到東莞，邊度會有一隻鵝可以唔好食咁樣離開呢個人世間呢？哇！訂個冇得拖，嚟到東莞點可以唔整翻個燒鵝先翻去啊？今日就嚟到咗呢一期嘅高潮啦！事不宜遲，馬上出發啊！你啲燒鵝點去啊？廣東啲靚嘢全部都係收埋喺啲村入邊啊！今日嘅燒鵝就係呢一間啊！到步！哇！有冇位啊？有啊，有位啊！隨便坐係嘛？係。唔該。哇！燒鵝啊！我哋想要一個1/4嘅下裝。可以啊。個髀唔好切，然後漏髀係，然之後2個瀨粉。2個齋瀨。2個齋瀨係，然之後再點個例牌叉燒。例牌叉燒。OK， 就咁啦。夠食啦，2個人啊。半例啊？半例啊，可以半例。哇！呢隻就係金華心心念念嘅燒鵝，我哋仲點咗半例嘅叉燒，2個生地湯配瀨粉，今晚食佢，送俾你哋呢班中意食燒鵝嘅朋友。哇！呢個玻璃皮咬落去，啲油脂喺你個口入邊係啷住啦！哇！只有一個掌我腦入邊就係爽，大家食鵝髀記得呢一個位啊！一啖鵝髀，一啖瀨粉，今日 QQ 飛車真係值啊！東莞呢邊燒鵝肉香係爆汁嘅，玻璃皮下邊夾住個油脂，再配埋啲肉，一啖落去，你的靈魂永遠留在了東莞。呢個就係老闆娘推介俾我哋嘅半例叉燒，入口鬆化，而且我中意佢啲蜜糖嘅比例啱啱好，唔會太甜。如果呢間店冇呢個燒鵝嘅話，呢個叉燒絕對係佢哋嘅冠軍之作。但係剛剛那個鵝腿已經把我吃美，燒鵝食得太熱氣嘅話，佢哋仲配咗生地湯，專門做呢個瀨粉嘅湯底。今日呢餐飯113蚊，我最慳包。呢次真冇得拖啦，下次再會。